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霓虹灯闪烁，像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面纸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。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啊，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好伊时时昏昏去。人迄水的人哦，无定了，加生几粒啊，看起来佫较水哦。江平啊，有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来，紧啉紧啉。安怎？有好啉无？你泡了佫袂歹呢，我介够泡。阿妈，哦，文弟啊，文弟啊，啊美云呢？送伊去机场坐飞机啊啦，已经坐去啊哈。拢嘛你啦，我讲要参面做伙去机场，你偏偏当我去。他会讲我无你去咧，你甲想看嘛？迄机场遐尼啊侪人啊，啊你对美云哦，搁安尼疼命命，伫迄众人面头前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迄歹看呢。有啥物好歹看的？啊，我敢若一个查囝尔，伊要出国，我也毋敢会流目屎。这嘛正常的啊，头亲像恁这查甫人，无肝无气无目屎。爸，啊拄则阿母在咧笑笑咧，安那连面就变面啦。这个代志吼，我比你较内行。迄查人哦，若到50几岁哦，就会开始惊吓。啊是咧惊遐啥？哎哟，迄查人拢是上爱水的嘛。啊，若有一天吼，伊安尼起床照镜，哎哟，看到迄头毛吼，开始咧唱白毛。哦，啊，目尾哦，开始咧有焦痕，伊就会开始惊吓讲哦，青春已经渐渐要离开啊！哈，然后较理解的查人，啊，就袂像啥，啊，若无理解啊，就像伊安尼开始变怪怪。你是咧讲我啥？无啦无啦，我看问题啊，这我未开讲。衫甲我烫来，烫衫啦！哈？你哪会叫我烫衫的？问题啊，侪只。紧烫啦！无要紧啦，啊无我搁转来分局值班啦。你嘛较好心嘞，这问题头前你讲什么笑话啦？啥物我咧讲啥物笑话咧？你若做我叫你烫衫要创啥？是要甲你打一块药膏啦？哎呦，啊大药膏他就去烫衫啦。啊无烫是要哪打？你看，你用迄小人甲你压到吼，肩胛头受伤啊啦！但是大只药膏较妥当的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你嘛讲我较清楚咧，啊互问题啊误会歹势，你知无？哦，你哪会遮搞话啦？紧烫啦！认真烫啊啦！你啰嗦安尼，口卡就来啦。啊，会听啦！就是会听才会打。唉，土爷啊，但恁是咧安怎？是食饱伤营，也是头壳歹去？啊，无代无志，随随便便凊凊彩来要搁带一个查某囝来咱兜住。阿母啊，迄是无法度的啦。啊，锁定遮尔啊可怜，敢讲咱莫插伊哦？对啦对啦，恁翁仔某都较敖无。我甲恁讲啦，世间可怜的人哦是满色的啦。恁敢有才调讲拢去插人去哦？阿母，
锁定迄款情形无共款。迄歹人要掠伊，咱毋救伊是要安怎？敢讲目睭金金，要看一个乖乖的查某囡仔，互遐歹人甲杀入去查某间，过着迄款悲惨的生活上。做好心的代志啊，是无人会反对啦。也毋过，恁敢有想过讲迄内部的代志已经互恁翁仔某安尼烦恼规世人啊了。啊，等内部转来，乃嘛改变乖啊，做代志嘛规规矩矩。恁翁仔某心肝头这个重担哦，担甲放轻松啦呢。啊，无代无志，搁惹这个麻烦要创啥？无需要安尼啦。阿母啊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花弟即摆小英也无伫个，花大规工袂要紧啦。是安尼都无要紧啦，遐个歹人是安坏爸爸了，毋拄好若找来甲咱兜啊，你是要安尼应付因？袂啦，阿母，这你毋免烦恼啦。啊，当恁这厝哦，住遐尔偏僻，歹人找袂着。你就是讲遐个歹人拢到我三馆，目睭无甲青眉啊哟！土爷啊，我看你是哦，愈坐会使愈糊涂啊啦！你煞袂记你敢有得心脏病了？你的性地嘛无偌好啊，毋拄好若甲遐个歹人起冲突啦，你敢会堪的？母啊，啊你是讲对倒去啦？讲来讲去，讲对心脏病去。你若忝吼，先入去歇困啦。啊，蕊啊，你敢会卡袂着，就要赶入去困，是安怎？嫌我老大人话济哟？好啦，但厝内吼，都拢你伫换手头无？我讲话无人要听啦，也若安尼哦，后摆我莫开喙啦。阿母啊，你毋通生气啦，阿蕊也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你毋通误会啦。我一丝仔嘛无咧误会，阿蕊也就这意思啊。好啦，你若甲遐尼爱插这婴仔事吼，无要紧啦。时到若是代志了着啊，恁要流目屎哦，都袂赴啊啦。今仔日咱若是好野人啊，我都无话讲啦。恁翁仔某安尼为着生活是拍拼甲安尼生，才会当度这个日子咧。哪有迄个气力哪搁饲外人？母啊，无要紧啦，就算讲锁定啊，佮住咱遮住较久，食饭只不过嘛是加一副碗箸尔。你若要怪我好啦，莫佮牵连对阿蕊啊遐去啦。啊，若讲哦，阿母你的顾虑哦，我甲阿蕊啊，阮两人是拢有考虑过啦。也毋过当场迄款情形哦，假使你若是有看到，小可有心的人哦，拢会安尼处理啦。话讲倒转啊，这社会上，大家若敢会晓顾伊家己，无插别人的生活，安尼这款社会上，敢还佫有啥物公道正义性啦？对啦，恁有同情心，我无啦。啊，恁是好人，我是歹人啦。母啊，啊无推当时讲你是歹人啦，啊，你莫遮尔烦好无啦？好啦，你讲我反，我就反啦。这件代志若无讲甲好势哦，我就是要讲甲好势啦。阿伯阿母，真歹势啦，为着我的代志哦，害恁甲阿婆安尼两来两去。锁定啊，你拢听着啊？阿婆讲了无毋对，吵我这种人的代志是无必要的。我捌听过人讲过一句话：日头赤爷爷，随人顾性命。趁食人为着要过三顿，都无应该要死啊！哪有迄阴公哦去插迄婴仔事？讲起来拢是我毋对，家己歹命哦，都爱认命，无应该逃走去菜单仔边，互阿伯哦甲阿姆来惹麻烦。我实在真歹势，真见笑。锁定，恁若安尼讲，会来发生这款代志，嘛是算是缘分。也无是安怎会台北遐尼看你毋走，偏偏走伫我菜单来着。阿伯，真多谢你安慰我，但是我头拄听阿婆讲的话，互我感悟着，家己厝内的代志爱家己负责，袂当去拖累着别人。我为歹人的手头逃走的时阵，完全拢无考虑到这点，实在真不应该。阿婆，请你莫阁怪阿伯甲阿姆啊，好无？嘛，请你莫阁气啊！你若甲身体气歹去吼，安尼我的罪过就太重了。我上怨叹的，
是生伫不幸的家庭。阮阿母伫咧我高中毕业的时阵就过身去。这5、6年来哦，我为着厝内的生活费用，日时哦就去工厂做工，暗时哦就爱去夜市啊，甲人斗洗碗。较拼哦，嘛无够阮老爸啉酒。规尾哦，嘛是去互阮老爸压查某囝啊。我合歹人压来台北的路途中哦，我对未来哦是一定绝望啊。不过帮着阿伯甲阿母哦，肯收留我这个可怜的人，互我感觉吼，这个世间还阁有同情心甲温暖。虽然阿伯、阿母，咱甲咱斗阵短短几点钟，但是吼，恁对我的温情哦，比天地更加大。可惜我无机会来报答你，真遗憾。阿婆、阿母、阿伯，我即马就来走啊！锁定啦！你是要去对啦？我嘛唔知要去倒位啊！锁定啦，你唔通安尼黑白想啦。阮阿母哦，嘛无咧意思讲要叫你走，阿母，你讲对无？讲查某囡仔的，但是你台北也无亲无情，他已经遮尔暗啊，你是要走倒去啦？阿母啊，你的意思是要互锁定带入咱兜哦？锁定啦，阮厝内闲闲啊啦，你若无去嫌哦，要无你怎啊大的啦吼？多谢阿婆，多谢阿婆，多谢阿母，多谢阿伯，多谢阿婆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老高，你，两位，你有看没啊？不是，你卖包定情，恁查某囝。查囝，啊，都互恁带去台北啊！嘿，看你安尼落爽啊落爽，高高装笑。我哪假骗你？啊，你讲啥我听无啊？啊，阮查囝都互你安厝的带出去，啊，你这那真正转来要来甲我讨人啦？恁查某囝去到台北就偷走去。偷走啊？内底无人啊？无人。这是无转来啦。老高，我相信你也无这胆偷走恁查某囝，阮随时会来。我甲你讲，恁查某囝若转来，就要甲阮通知。老高，这件代志是恁家己欢喜甘愿的，唔是阮逼的啊。恁查某囝若转来，你无通知我，你有10条性命你就无够死。哥贵啊，你来啊！坐啦坐啦，但我无时间通啊坐啦。毛腿，阿瑞啊，我有一件重要代志吼，无来甲恁参详袂用的。外贵啊，啊是啥物代志？你若遐尔着急啊？哎呦，啊其实讲起来嘛无啥啦，啊毋过亲文啊讲秀英啊一定爱我来问你的意思才敢答应呢。是答应啥？是秀英甲亲文要伫美国结婚啊？哎呦，毋是啦。他毋知影阮亲文啊讲，因老爸身体吼一时嘛无法度好起来，爱做时岁也袂用个转来，所以决定要伫美国读册。但是讲恁亲文啊，都已经做啊总经理啊，还要搁读册哦？毋是阮亲文啊要读啦，是要秀英啊读。秀英？啊，秀英是搁要读啥？讲什么国际贸易？哎呦，等因讲啊落长，我听无清楚啦。非得着讲什么即摆生意足歹做，真竞争，迄册若无加读一挂是无用的啦。对个啊，秀英搁要读册，安尼敢好？哪有迄个唔好诶？
尤其是人因请文啊，有意思要栽培咱秀英啊，这个上介好个啊，这嘛是人的好意。咱做事大人，无理由通好共反对，对。啊，那安尼请问呢？伊当然嘛留伫遐陪秀英啊，实在要去较大间的公司去做研究，研究将来哦，趁较侪钱的报酬啊。那安尼是你若无意见哦，我就安尼甲阮亲文仔讲，啊，无用做你哦，啊，我要搁等下公司办公嘿。再见哦，再见再见。多谢多谢。奇怪，啊，外柜今仔日来来去去吼，你半句话拢无啊？我哪会知啊？唔对啊，啊，伊就上爱看你开讲的，今仔是咧反省哦。唔是咧反省，是惊麻烦啦。惊啥麻烦啦？啊，你家己想看卖，你逐遍看到伊的时阵，拢叫安尼一个歹面相，唔是瞪伊就是瞪倒啦，唔是口舌就是骂人啦，那是啥人敢含你讲话啦？好啦好啦，过去哦，算我礼貌较歹啦。啊，毋过伊今仔是经过我的店咧，一句话都无拍招呼，安尼敢对？这当然是唔对啊！伊哦较无礼数，无向你这个头家娘拍招呼，这算伊唔对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替伊吼向你道歉，吼，请你原谅伊，安尼会使袂？你替伊甲我道歉，你堪伊是啥物关系啊？你是伊查甫朋友哦？喂，哎呦，你是去讲伊倒去啦？讲伊倒去，我讲你是伊的客兄啦。哦，你安尼笑话啥了袂人讲的？我实在我气死我！当然啊，你要转拖还唔去转？我哪有要转？我过人开咧上啊。过人开咧上是无要紧，若批咧上吼，你就真歹收拾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来宝，茶我甲你泡好啊。你拜倒会枵无？我来甲你煮饭啦。你咧找头路上？真歹势啦，我是无所在通好去，才拜托阿伯阿姆哦留我伫遮啦。你大概一定知影我的代志啊，所以讲哦，你着看我无，连讲话都袂甲我讲。我知影，我真顾人怨啦。虽然哦，阿伯阿姆哦真好心看我可怜哦，留我伫遮住，连阿婆哦嘛同情我，唔甘赶我走。我实在真感谢因呐。但是哦，厝内若有人反对我住在遮吼，我嘛真歹住落去。像你安尼哦，拢唔睬我，嘛袂甲我讲话吼，我真了解你的想法啦。我半句话也无讲，啊，你是了解我什么想法啦？虽然你拢无讲，但是你的态度真清楚啊。啊，我是啥物态度？你讨厌我，你想要赶我走啊？放心啦，我袂遐尼唔知好歹啦。等下吼，我就先来甲阿婆讲，才来店的吼，甲阿伯阿姆说一个多谢，我就会离开啦。永远哦，都袂过来麻烦你啦。好啊，莫哭啦。阿弟，你听好清楚啊！我袂看你无啦，我嘛做当真讲你的不幸，我嘛绝对袂反对讲哦，你住伫元芳。我拄则只不过是认真咧找头路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对啦，你会使迅速甲我找一项头路无？我嘛袂用伫遮食英饭啊。袂用的啦，我阿爸阿母有交代，伊讲话袂当互你四界行，较免你有麻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注意啦。我以前哦，都捌听人讲过哦，台北真有发展呢，真好趁钱呢。啥物有发展好趁钱啊？我找头路找到即阵嘛找无啊。
我嘛无时间替你找啦。对了，等下我要出来去一个，阮阿嬷伫厝诶，麻烦你照顾者。多谢多谢，啊，若有欠则过来吼，哈，多谢多谢，啊，顺行顺行。推个啊，我本来吼，搁咧烦恼讲秀英的房间吼，互锁顶大，啊，秀英当然是要困地。即马秀英吼伫美国读册啊，啊，算起来吼嘛是真拄好呢。啊，你是咧欢喜啥？女啊，咱就是善者，唔只要秀英去读专科，想袂到讲人选不如天选，咱秀英好运都去拄着千文啊啦，也受着千文啊，安尼照顾甲疼惜，咱秀英才会当继续踮咧美国读册。咱秀英啊，伊若知影通好好来把握这个机会，认真读册哦，我相信讲免偌久哦，咱查某囝伊嘛会做博士。会啦，秀英吼遮尔啊乖，一定会认真读册。是讲吼，你嘛唔通吼欢喜甲伤过早。你讲唔免欢喜伤过早，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老实甲你讲啦，我规吼来提起这桩代志，我就开始烦恼啊。我烦恼秀英吼会变作不好囝。但你后白讲是咧讲啥啦？啊，你就通讲咱秀英遐尔啊乖，伊免有可能讲变成一个不好囝。